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开始有咧烦恼讲，你敢要食到歹卵？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本地政府是好心惊卵会吊关价，所以进口鸡卵来压制。那么偏偏市面传出讲，有这个期效是已经120天，毛传言讲哦，人做一伙咧卖。三番两次来说明呢，是大家无啥啥。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卵的好政策？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来自中华县咱生产卵的这个卵农陈秋池陈先生。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来自中华，蛋农陈秋池畜牧场。是，谢谢。感谢。那么第二位是纪录片的导演李慧仁。大家好，我是李慧仁导演，对下。那么第三位呢，在线顶是这个中国文化大学农学院的院长王淑英。王院长你好。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的副校长，嘛是农学院的院长。是。那么首先，让大家来关心讲，到底这卵是进展甲如何啦？进口卵的争议呢，看起来是愈闹愈大。农业部部长陈吉仲今仔日强调，所有的抹黑拢唔是事实。不过，针对引起到这么大的风波，向社会大众回释咧。但是，伊搁再强调讲，进口的鸡卵是对消费者、对农民拢是有利的政策。这样的攻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对昨晚进口鸡卵的代志引起真侪争议，向社会大众道歉。进口鸡卵案件也未煞，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被慰留。伊就讲，伫咧立法期向民进党立法期党团进行行政立法协调汇报。面对着媒体问题，陈吉仲强调，一寡批评拢唔是事实。针对所有的鸡蛋的专案进口政策是正确的，效益是高于成本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许多的抹黑、造谣，甚至许多的不实的攻击，造成农业部同仁的这一个压力。对外界真侪质疑，陈吉仲强调，即便专案进口鸡卵是要互消费者、农民拢受好处的政策。上辛苦的就是农业部甲跳产会卖执行，因为农业部甲食药署自19开始要连续3天联合稽查巴西鸡卵的流向。这一个食安的这个相关的稽查，我们把所有到期的5400多万颗扣掉，已经做相关的堆回循环再利用的这一些的所有到期的蛋。在全台湾各个县市的各个冷链物流仓库，都已经有对外说明。陈吉仲强调，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其就专案进口鸡卵的案件向社会大众报告清楚，所落来甲政策执行的成果效益，一个需要检讨的部分，伫2日的行政议会提出报告。也强调气流的问题，伊绝对袂回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吼，其实你多多少少拢有伫新闻纸顶头，或者是网络顶头拢有看到，这两个问题吼，足多，吼，你的疑问足多，我毋是讲问题足多啦，吼，疑问足多。但是呢，咱啊一点钟啊尔，咱啊针对啊差不多几个问题。第一，120天的卵啊，吼，敢有安全？吼，是要安怎判别？哦，这第一。第二。咁我唔捌听过讲吼，这卵敢若咧食苹果顶头啊拍拉，吼，这是有影也无影，还是讲有拍拉无拍拉，到底什么差别？互大家加一个知识。第三，这是根本的问题，就是讲咱是安怎会发生这个卵的欠缺？唔知特别邀请到吼，对这禽流感哦特别有研究的这个导演来甲咱讲，就是讲正本清源。
咱农业部门，还是讲甚至是咱本身啊，咱台湾人啊，本身是爱安尼想，安怎想，才有通安全。人讲哦，啊无就巴肚下起来就莫食卵，还是讲哦，啊无就是要食无爱食随在你。吼，咱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生活的铺排，这是咱要来讨论的吼。首先，我们来请教着咱邱弟兄吼，到底吼120天的卵是会食是也袂食是？好来，咱这回吼，就是讲，这个鸡卵大家讨论讲啊，为巴西吼坐船来甲咱台湾是120过咸水听落嘿，嘿，啊，其实伊这卵链吼，伊来本身是冰伫吼，温度是伫3度。3度来讲，你伫120天来讲吼，伊根本吼是咱来食是无问题。伊共款主要上重要是后壁即个你开始伫包装场了，吼特甲一般诶温度，甲比方20几度、30度了后，即个问题后壁即个能量才是上重要安尼。哦，所以伊上来时，你想讲应该合理啦，吼，合理是3度上来应该是 OK 120天，无问题。但是重点是讲，这120天中间是毋是拢保持3度？你的意思是安尼？是，伊爱保持伫3度，嘿对。啊了后就是就洗选场了，伊会特冷嘛，啊特冷伊会甲一般的温度来甲20几度至30度。吼，啊了后，你搁送入通路去，啊通路去伊本身即个现场有冷链设备无，这足重要。因你若冰到3度的时阵，真简单啊。咱你家庭你摕伫食物来讲，你若冰伫冰箱，吼冰3度，啊冰去搁退冰去摕出来食的时阵，你若2、3天无食，其实伊足紧就腐败，足紧就歹去啊。吼，所以这是足重要啊。所以即个冰到3度。卵其实咱台湾其实吼根本足少的啦，根本足少的，根本台湾的卵生食都无够啊，搁留咧晒干，即嘛是足欠鸡卵的。台湾是目前是足欠鸡卵的。所以若是要食着巴西的卵，应该是安尼头一个直觉会晓判断的是讲，如果你买来的卵是伫咧冷冻，是即个冰箱内面摕出来，对即个价上吼，即个店头价上，就是对冰箱摕出来，迄可能就进口卵哦。毋是，其实吼，你若120天来的鸡卵来讲吼，其实伊的时间遐长啊，拢会氧化。啊，其实小姐伫市场吼，你若上简单的分别，即个卵足顶斗的，正常的卵，因为伊浓稠度足好的嘛。啊，伊也伤侪工的时，伊一粒卵有70%的水嘛，啊，伊也消水嘛。啊，你若侪工了无新鲜，伊就消水去。所以即个卵你摕起来。加油，还哩哩落，迄粒卵就是伤久啊，足简单的道理啦。安尼切安尼。啊，就知伊也哩哩落，迄就是伤侪工的。啊，这若是较新鲜的，就是伊会敢若缓解。你完全是无感觉的，订到有重量，迄触感非常的棒，嘿。触感听袂到声啊，听袂声啦吼，听袂到啦。我敢若听到导演的声，导播的声，这边啦，啊，就袂叮袂当的感觉，啊，对啊，袂切啦，伊无消水啊，无消水啊。吼，啊，你市场看到的卵真简单，咱这卵本身70%的水一定爱消水，尤其你若要煮水煮蛋吼，你若无消水过吼，伊的煮起会刷软，水无 Q 度，无口感。吼，啊！你蛋壳跟蛋膜没有产生氧化分离，你两壳是掰袂起来，所以你水煮蛋足侪人，掰壳的是一壳一块。迄就是伤新鲜，伤新鲜，伊黏壳，伊会黏壳。哦，迄个是伤新鲜。伤个新鲜，嘿。所以你这种无法度来水煮蛋啦。无法度，这拄则吼，咱中昼我要来。啊，你这有影高窟的卵啦？毋是，我叫员工去取个鸡条卡吼，去拜托伊落来安尼，所以足新鲜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咱这120天的效期是算作对于卡森皮落落来开始算120天，还是讲算甲伊装修洗选迄天120天？以标准下，咱本土的蛋笼来讲，咱一般蛋笼大部分是扣20斤的塑胶囊，20斤的。吼，啊，咱蛋笼卵收入来了后，就是每当天就会整理攞磅重量，啊，咱就会随打 QR code，吼，甲讲啊，今仔生产的你就往
水就打落去嘿。往前面打3个礼拜的拍21天的保鲜期，这就是讲咱的中华民国养鸡协会，咱台湾本土的啦，咱本土就是拍呢，吼，就是拍21天。啊，小姐一市场，吼，你去看咱塑胶拿20斤，咱有一个 QR code 伫啊，啊你个往回推就知道是哪一天的鸡蛋。所以咱本土的人来讲，伫咱基隆这边吼，根本就因为咱的两箱内载两就是载135的，还有载246的。啊，所以伊这根本拢伫2天至3天，就甲市场会通咯，所以是非常新鲜。我拄则讲过，就讲咱的鸡卵有70%的水，你干要煮水煮蛋，都要等3天、5天甲7天。你想下，所以伫本土的卵伫市场7天来讲，也是非常的新鲜的。啊，你有了解啊？是。所以本土的卵实在是品质有够好。你用这个来回答我讲，嘿啦，这个卵但是进口的120天。你嘛唔知影讲，伊到底是对这尻川贝生出来算120天，还是洗算了？所以标准来讲，就是讲，其实因伫本土，这个卵生出来爱照咱台湾共款种，生出来同天来拍20天，唔是讲你大量收购了，集中一个地方，吼包装好了，要就货柜了，才以迄个天为止落算。安尼标准，你头前到底偌久的时间，是毋是无人知啊？啊，但是农委会甲咱讲足安全的，放心啦，不要紧。毋是伊当然啊，伊第一点，伊当然伫当地的时生出来几工，应该时间照讲是无问题啦，无济工啊，所以伊两练了3度了，即个3个毋是问题，上重要是特练了迄个问题。要保持迄个两练的较严重啊咧。好，安尼第一，我喜欢再来反倒问你哦，什么个好卵甲歹卵？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着导演哦，导演你也看在眼内种，咱农委会对去年对就开始吼，对着这个卵开始要真积极的呢。伊到底是烦恼什么？咱莫讲伊唔对啊，对啦吼，就是烦恼什么定书箱，而且说明的错误。在地区中，大家对伊安尼敢若无信心呢？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因为即个农委会有讲嘛，讲因为是禽流感嘛哈，因为禽流感啊，所以讲两家拢死去嘛。啊，因为伫较早咱台湾吼，虽然讲陆续有做这些病毒来到台湾，但是有一个 H5N2迄个病毒是伫台湾上久在地化上久的一个病毒啦吼。啊，但是遮久以来吼，包括讲有人迄投注用啥拢有啦吼。所以等于讲吼，你若得禽流感，迄鸡死亡率无遐悬，啊，所以拢还可以使生卵。好啊，但是伫咧去年开始，这 H5N1 迄只病毒入来台湾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农委会一寡官员吼，太看清这株病毒。清德，伊是讲伫咧较早安尼不要紧啦，吼啊，为啊，佫会生啊，嘿，鸡也是也未死啊了啊。无想到讲，即个 H5N1 迄只病毒吼，足厉害，迄死亡率有够悬的。所以一开始了后，鸡就一直死啊。较早反正可能死1/3、5%，即摆规场可能拢死啊。煞袂负气。啊，你因为你两鸡，毋是讲你鸡买来吼，鸡刚会生卵啊咧，毋是呢。伊嘛爱等伊啊。你讲你要中鸡转来嘛，要5个月才会生卵呢。所以你嘛无可能啊，所以讲，迄个当阵你看袂赴嘛。啊，咱去看卖啊，各有中鸡场，啊，家是迄个蛋种鸡，拢有丢呢。连中鸡场啊，对啊，种鸡场拢会丢啊，啊，所以恁本来迄空缺就无法度补啊，啊，所以一届安尼连伊拄着了无法度啊，所以卵就变少啊，啊，所以就开始欠卵啊。啊，这是安尼啦，这个是安尼嘛吼，但是这进口，咱等下看到这个数字吼，看到这个图表啦，咱看到讲吼，伊其实咯5月30，还佫有咧买卵，但是咱也知影哦，6月、7月是卵的这个淡季啊，吼，大家较无法需求的时阵，伊计买来放经啦，买来存啦，存这算做120天。你感觉这个政策敢伊敢无去想过讲，还是讲伊意见讲，这只病毒 H5N1 可能在这阵时佫会来，咱要好啊准备。伊到底是安怎想的？其实你若问恁走农委会记者，拢知影讲，迄逐工差不多每个月拢有嘛，都会有场个爆发禽流感，等等拢有。你讲第一较早啦吼，热天不是好发期，但是即摆热天赶快甲你
爆发啦，刚好有疫情啦。哦，啊，所以你看你鸡死去了后，未付保，未付生，啊，即摆搁有一直咧跌，啊，当然迄空缺会愈来愈大，缺口会愈来愈大。所以伊惊伊就赶紧会当进口就进口。无啊，所以无法度啊，因为卵即摆都少啊，台湾的卵都少啊，啊，着北岛会着啊，着禽流感会济啊，啊，无法度伊只好进口啊。咱会使理解讲伊要做即个要平稳迄个物价，即个方式会使理解啦。咱讲是会使理解啊，但是讲即个过程内底是毋是有较无周全的所在？我想加减有啦，因为慌乱嘛，第较早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啊，啊，即个拄着啊，一时嘛毋知要哪母，你知无？第较早哪有迄进口卵入来啦？台湾也无需要去进口啊，对无？啊，你为虾米爱进口？欠济嘛，啊，因为较早无经验，啊，因内底官员嘛毋知要哪母，啊，所以母内底就是问题足济嘛，拢有足济缺点啦。好，安尼我延续吼导演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着王院长吼。王院长，你在线顶吗？有。是，王院长，我甲你请教吼，他带导演来讲吼，这个病毒吼 H5N1 啊，这只病毒吼真厉害，连这个热天时哦也有可能有着这。那么即马吼，嘛有人咧讲啊，就规矩吼学泰国吼，像你导演来讲规矩像泰国安尼吼。看到着，倒一场着吼，方圆即个5公里之内，拢甲扑杀，吼啊，规气一切中来，啊，嘛有像电影来讲啊，即摆即个病毒已经本土化吼，爱甲病毒共存，这到底咱安怎来理解讲，即个禽流感即个事件咧，应该安怎来应呢？咱讲着迄甲病毒吼共存这个代志吼，迄是应该咱长远的计划。啊，咱即马无法度啊，咱即马丢就会死啊，吼，所以讲长久的计划吼，嘛是爱去研究疫苗啦，吼。啊，若是无疫苗吼，要甲伊共存，实在爱真长的时间才有法度啦。啊。现主时吼，扑杀嘛是唯一的办法啦。若无伊的若无扑杀吼，伊控制袂来啦。所以你也主张讲爱全面性吼，若有着就爱全面性的扑杀。现主时啦，咱未来若是有法度讲慢慢啊有迄个疫苗出来吼，也是讲咱慢慢本土化已经足稳定起来时阵都唔免安尼做啊！是啊，头拄啊，咱也先讨论讲，这120天吼，对尤其即摆进口的这个事件内面吼，也有开始咧谣传讲哦，这已经甲本土的这卵已经染做伙啦。但是头拄啊听邱弟兄讲起来，你这进口的你一定来放咧冰箱啊，啊，咱本土的无一定放咧冰箱啊，吼。啊，到底是这是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即摆拢杀无涨呢，到底是要安怎来自我消费者要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就讲咱家己心理的安全，还是真正食落的安全？你即摆建议是啥物？其实咱买卵吼，咱台湾有真少有卵咧，迄落喷蜡的吼，迄落啊，巴西进口的伊是。听伊讲是有喷蜡，伊若是无包膜迄落蜡吼，伊无法度通放到120天啦，吼啊，所以你若是买卵吼，应该看会出来伊表面有没有蜡啦，吼啊，所以你应该是在超市才有可能买到巴西蛋啦，你混到这个一般的杂货店吼，无啥可能啦，啊，若是有。你应该是真好分辨啦，你若懵懵的，若是有蜡吼，可能就是巴西入来，啊，咱台湾的拢不会去喷蜡啦。院长，我这有影鸡卵怂，我真正无买过这个有迄个喷蜡的这个卵吼，这摸起来是啥物感觉啊呢？是敢若咱买苹果顶头安尼有喷蜡这种感觉吗？还是啥物感觉？其实我嘛真罕咧看到喷蜡，因为咱台湾真少有啦。啊，咱一般人迄落洗选蛋吼，洗选以后喷蜡，伊迄嘛毋是正经是蜡，伊是喷
喷膜，咱讲喷膜啦，无一定是蜡，啊，迄膜内底有淡薄仔蜡的成分，啊，搁有别项啦，嘛有淀粉啦，啊，搁一寡纤维素安尼，所以你若是摸起来骨骨啦吼，可能就是有喷蜡啦。啊，咱迄落一般咱伫迄落杂货店买的卵吼，摸起来拢安尼粗粗安尼啦，袂讲足骨骨。我说啊，哇，安尼就真正爱我现场这粒卵爱请邱弟兄来甲咱小解一下，到底有喷膜无喷？听起来头拄啊院长所讲的喷膜甲喷蜡，又阁是两回事呢。伊迄是安尼啦，伊是这农委会的讲法是讲吼，因为这运送的期间较长嘛，所以伫咧过程当中，因也未台湾洗嘛，也未洗进前拢有喷啦，啊洗过了都无啊啦。哦，甲洗掉。就是讲迄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喷啦，吼有喷啊，但是台湾开始洗了送出去了都无啊啦，是安尼啦。毋是讲伫巴西就是拢有喷啦，伫咱甲买到迄毋是啦，伊的意思是讲来到台湾。进到洗选厂，洗了都无，都拢无去啊。对。哦，是安尼哦。我新闻都看无啊。所以即摆讯息足侪啊，讲到底有喷无喷啊？碰过咧，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哎，邱弟兄。所以，咱台湾市场主要吼有占60%的市场是线卵，就是20斤的，迄个线卵。好。啊，其他才占通路，吼啊，搁一寡小笼，吼。啊！你即马讲，伊即个所我拄则讲，以目前吼，咱台湾，你也伫传统市场菜市啊、柑仔店、米店，吼，所看到20斤呢，你主要去看 QR code， 足简单。第一点，伊要申请即张 QR code， 你要有四目登记证啊。吼，啊，你即个两下出问题的时候，吼 QR code 查到吼，会对，伊会对甲你的四目堂来，所以伊这蛋笼爱负责呢，你两乌白甲换是袂使呢。所以你以目前即马哦，你感觉是无可能？今仔日昨甲今仔日目前新闻嘛是拢是鸡卵的新闻嘛，吼，甲咱陈部长吼胃瘤这问题啊，其实吼，即个卵即马你讲市场大概即马大家都惊去买着进口卵嘛，其实我甲你讲，即马去买上安全就是即马，是啊，你即马厂商你发卖店，啥物人敢搁卖进口卵啊？即马掠遮严重，今仔。官府拢出来掠遮严重，上敢卖啦，是毋是啊？爱进口即个卵的时阵，所以即摆去买是目前是上安全，你根本买袂到进口卵，无可能啊！我嘛唔敢卖啊！你来掠，我叫你啊，条唔加衰，对莫发一个真啊无裤通穿，是毋是啊咧？所以即阵是你后壁尾，你过去进前，吼厝摕一厝的鸡卵。有可能无，我唔敢讲啊。但是伊今仔日新闻做遮大的时阵，伊拢咧掠咱遮厂商啊嘛，所以根本真正有诶，伊嘛唔敢提出来。第一，所以你头讲，伊根本倒参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其实伊咱农业部的时，迄阵进口即粒卵的时，伊上大目的的时阵吼，当然是要平抑物价嘛，两价即个问题安尼吼。但是伊即个卵，到尾因的即个进口蛋的即个药产的问题吼，包括臭卵的问题吼，即个问题了，伫消费市场根本无人法度接受进口蛋啊，根本无法度接受啊。事实上吼，即摆大家咱讲进口卵迄个部分是安那，是因为进行标示错误啦吼，也是有效期间。标到10个5号啊。因为迄当阵因就是讲无即个经验嘛。台湾拢无这个经验，所以讲迄当阵咱看到讲，迄个洗选厂因就是共款啊，洗了就搭一个月安尼出来啊。但是因无算迄个时间，所以迄当阵讲哦标示错误，全部拢回收啊。所以讲一般民众啦吼，还是讲观众，恁真正要买吼，拢回收啊，你买袂到啊啦。你即马应该是按你讲啦吼。以目前来讲，即马鸡卵来讲啦吼，先讲咱传统的市场吼，咱拄则讲你零 QR code 即个问题吼，你。吼，即个问题，拢蛋农拢总爱负责。你讲伫传统市场要买到，讲即马有进口卵、巴西卵是无啥机会。吼，啊，以目前市场即马，吼，你即马发生即个事件吼，鸡卵即个要产、遮臭卵、巴西卵即个问题吼，是即马抢卵抢上严重是啥？你知道？其实消费者买即马抢卵抢，就是咱的迄个蛋农就是迄个吼做咱即个。饲养的吼，即马咱家饲的小蛋笼，你知影，伊家
改创品牌。小农的啦，小农，嘿，小农，吼，咱政府，咱这个农业部迄阵有，吼，推广讲啊，咱爱改自创品牌，吼，这蛋农，吼，这小农就是吼，咱目前消费者感觉讲，这小农拢家饲的啊，一定无问题啊，吼啊，其实你伫市场买来讲，包括你伫大通路买来讲，你看拢总是大品牌啊，你看大成嘛，吼啊国兴嘛，吼啊普芳嘛，吼迄个木星嘛，吼虎油嘛，这种是大品牌，因根本吼因家己饲养的量也足大啊，吼啊伊根本因嘛唔敢讲哦用进口卵来藏伫内底，因为这对就市公司影响足大，出代志因无法度对消费者交代，所以这大厂拢总机会很难。你现在再去买吼，机会很难啊！所以咱迄阵进口这能力来时，已经堵齐因为伊药产吼。即个臭卵的问题，吼所以市场是无要消费，所以咱农业部包括中央市场会就这卵是杀去拜托遮做加工品的去处理，只要加工品用嘛，唔对啊，哪有啥唔对？你都日期，吼照安全的日期内底拢无问题啊！你卖甲把进口卵甲南落台湾卵安就好啊，是不是？嘛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本来咱政府，秋天啊，你的意思是讲？即款进口卵，如果抑阁是在120天之内，那么甲拍起来，卵卡起来，甲做即个液态的，吼，落去做鸡卵糕，做其他的物件，应该是 OK。伊即个几工就是讲，伊咱甲巴西种，伊即个伊就甲咱互咱日期保鲜日，比如讲咧5月30号就准嘛，好，伊的使用的安全期间是迄个。9月24号嘛，你伫这个期间内底，你照安尼用，拢总是无问题。你莫超过9月24号嘛，都没有问题嘛。本身这个物件本身，你就是会使做加工品，这是拢没有问题。你莫讲甲产地无共的，什么巴西、南美咱国产的去，就害到咱国产的都这市场都崩盘啊，是不是安尼？这我也是对着这个政策的规定，还是说明的规定吼，尤其这。李导演哦，甲这个政府部门哦，交手的经验足济啊。你认为讲，如果哪个有下处啦，如果哪个有下处啦，虽然因即摆无经验啦，尤其中央这个特产会啦，中央特产会，伊叫伊公布啊，敢若二节，啊，佮叫一个这个两商出来讲话，去鸦片，结果过顿工。伊个反口径，这到底你认为是这个官僚体系出问题，还是这个主事的这个政务官，伊家己内心有担当，还是啥物代志？但那有必要。那如果真像安尼讲起来，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无啥大，咱就好好讲就好啊。我感觉是安尼啦吼，第一点就是讲要选举嘛吼，讲到要选举的时阵，执政党。爱接受在野党的挑战，这是理所当然嘛，一定是安尼嘛。所以在野党会放大一寡议题去攻击执政党，这嘛是正常的。但是讲咱拄着讲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问题进口，我感觉执政党伫内底做了无啥好先呐。你讲你本来你就爱迄落嘛，你爱接受人的挑战，你就爱去说明嘛。那为什么讲安尼安尼讲了袂清楚？我就表示讲无经验嘛，内底惊讲控袂惊讲安那，就这就讲无清楚，遐就讲无清楚，人就讲你这明明昨是安尼，那尾也是安尼，像咱拄仔讲着台农的董事长嘛，你讲为什么因生呢，就是较早毋捌生去外国的啊嘛，我是要来算，伊就当做咱台湾来一个月就甲咱都甲更，迄个有效期限就。登落去啊！但是尾仔咱会使讲，哇，9月40日，伊是到10月初嘛，伊是安尼算的，所以时间有定打着嘛，所以标示不实，尾仔就收登去。但是你讲在野党会针对这去做一寡政治的攻防，一定会嘛。但是我感觉你执政党你是爱接受挑战，你本来都爱讲好清楚啊。但是你若讲无清楚，表示讲这个官僚伊嘛无经验，嘛唔知要安怎应付，就安尼就过。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拄仔一直讲啊，讲台湾的禽流感这个问题，因从来拢无想到讲会像即个遮严重，所以伊伫咧做代志迄个过程了后，就是讲反正
讲实在，禽流感那伫台湾冇遐久，伊讲啊，反正要被死人嘛，无去没有人，无传个人啊，不要紧嘛，就是鸡也袂全死嘛。但是咱拄仔讲哦，咱拄仔迄个院长有讲，就讲禽流感疫苗这个代志，其实全世界已经开始咧。无，全世界敢若少数几个国家有拍疫苗尔，譬如讲中国，中国有拍疫苗，但是中国拍疫苗拄到什么状况？因若禽流感疫情的时阵，讲看袂出来，因为鸡袂死啊嘛。鸡若爱死，迄是一个指标，讲有疫情。但是你若拍疫苗拢袂死，但是病毒都要低的哦。所以你看中国一段时间就出一个新的病毒出来，什么 H7N9 啦、H5N6啊，迄就是病毒还伫咧活动。有咧抵抗啊。对，所以全世界拍疫苗的国家足少，袂超过5个国家。除了即摆法国啦，法国因为即摆讲禽流感较严重，法国伊嘛是咧考虑讲要拍啥？拍鹅。先拍咧鹅啊，甲鸭。无，因为迄内底是鹅肝酱。因要食鹅。对，所以因拍鹅，嘿，因是有咧考虑拍鹅，甲其他鸡啥物拢无拍，因为你拍了，你做歹监控诶，你会互病毒不断的去寄带。哦，你讲这只鸡死去了，一只新的鸡来，一条蘑菇一种啊。就迄病毒一直变，所以讲包括咱较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较早叫做 OIE 嘛，即摆叫做 WOAH 嘛，吼，因拢是讲规定讲吼，你若着 H5 或 H7型，吼，你就是按5公里开始去监测，有都抓着个扑杀，伊就安尼，甲迄尽量互病毒不要再存在这些宿主里面。咱看到即个日本啦，吼，日本为虾米因拢是遐大规模扑杀？因就是希望讲来年不要再发生这种问题，尽量卖互病毒在地化啦。咱进前是 H5N2 迄个病毒，吼为低病原变做高病原，迄拢无法度扑灭。但是即届吼，迄个病毒已经无去啊，已经被在病毒竞争之下，即摆是 H5N1变主流。所以为去年开始到即摆，台湾发生的禽流感拢是 H5N1。所以其实咱农委会探到即届经验嘛，是爱想讲，咱是要安怎来处理这个病毒啦？要煮还煮吼？无啦，咱即摆是袂使煮啦，因为进前嘛有开个专家会议啦，是无主张的啦。所以讲要安怎清除这个病毒是最重要的啦。吼，进前嘛有真侪人讲过嘛，讲咱是毋是为整家场开始处理，吼，还是为两家场开始处理，安怎处理？所以倒转来讲，即届进口这个吼，虽然讲足侪缺点啦，但是咱嘛缺点嘛是有参考的意义啦。如果咱真正痛定思痛，要来处理台湾的禽流感问题，将来咱嘛是爱甲讲进口有一段时间，咱这个部分咱就是爱进口啊，无。如果咱若是要真正去处理这个问题啦，那要像较早安尼甲暗砍，当然嘛是。迄一定别空的啦。进口袂进口，我想来请教邱弟兄吼，我要先请教着院长，他在导演有讲吼，讲。真少的国家吼，真少国家才有5个国家才有咧注这个疫苗，因为注疫苗了对着监控，对着这个疫苗吼，伊会变化，道高一尺啊，这个魔高一丈啊，会可能会个变化歹处理，敢是安尼？还是讲其实在生化界已经有其他的这个方式？现在叫做惠仁哈，惠仁讲真正确，无唔对，真的是这病毒哈，千变万化。咱若是疫苗哈，没有一刀毙命的话哈，一直变化啦。所以起码禽流感这么久啊，这么少国家在拍疫苗，都是因为惊讲很难监控。所以刚刚惠仁兄讲的非常正确了，是所以你感觉，当然因为这禽流感看起来是无法度根治咯。应该是真歹处理。你要安怎保障邱弟兄因安尼真辛苦咧饲鸡两鸡？生物安全爱做了好，伊即马只能够自己防范，咱。迄落鸡寮爱做了真要哪讲？就是生物安全要管制的非常好。什么叫做生物安全哈？你甲观众朋友说小解解，什么叫做生物安全、生物安全？你就是不管是
人员啦，还是车辆啦，哈，所有的会进到家寮的吼，伊拢爱管制啦，袂使互病毒入来啦。啊，伊落因为咱即摆拢都爱非密闭式，就是因为防止野鸟嘛，野鸟可能会带病毒入来嘛，哈。所以生物安全的禽舍的设备啊，爱非常的可以防止病毒。然后你的门禁的管制啊，车辆的动线啊，不要让闲杂人等进来啊，尽量弄自动化哈，尽量减少人工。嘿，安尼都也是防止这个病毒的入侵安尼。会使防止，还是讲会当降低防止？会使防止啊，降低病毒的入侵安尼啦。是。嘿，老师，我加问一下吼。这禽流感吼，已经咱所在已经嘛10几冬去啊吼，对肺炎因开始要20冬啊，要20冬啊嘛吼。你认为刷落来会产生啥变化？是毋是后来会变做？因为这总有一天会走来人的身上呢？唔是无可能，不过不太容易，因为很多条件都刚刚好的情况之下，也因为禽流感伊的病毒是人数不共通的，啊，不过你若是有机会可以人甲迄落病毒有机会碰到一起，人的流行感病毒跟鸡的禽流感病毒有机会混到一起，他们会那个。安怎讲？因为互相创新啦，吼，基因的交换，基因的交换，对，我台语讲无啥会认得，不要紧，交换，安尼才有可能啦，啊，这个要有一段时间啦，要有机缘啦，所以一定我吼，佮补充一下，就是你也是注定讲，在这个时阵，除了菩萨以外。那么进口鸡卵这项代志，就是无可避免的咯。对啊，你若欠卵吼，其实咱若是会使消费者自己调节啦吼。讲欠卵，咱就食较少卵，啊卵价较悬哦，欠卵卵价就悬，啊大家食较少，安尼其实无一定爱进口。啊，咱即摆袂使啊，咱即摆卵价悬，咱就要想要把它压下来吼，要稳定蛋价。蛋量又不够大，蛋价没有变高的时候，大家又一直买，就会缺蛋，所以咱基本很注意这个状况哈，进口蛋还是有必要的啦，还是有必要。但是你卡讲到讲，咱消费者自我调节吼，爱调节吼，就我咧树地遐伫边啊，变做讲咱歹势，你这卵我即摆暂时莫食，你认为消费者的策略是啥物？还是讲恁生产这个卵的这个卵农应该安怎想这个消费市场？我拄则讲过吼，其实吼，以目前的你一市场，即马去买鸡卵就是上安全的啊啦。市场你即马要去买到一粒巴西卵，你讲拜托你年找出一粒我甲你买100，你就有可能买袂到啦。啊！只业者上敢，你敢卖无啦？你敢无？唔敢。废话都啊！你卖去互掠着，只罚你400万，你就走路啊！你想你敢卖？是毋是？啊！一般进行你讲啊，惊去互偷男人，迄是咱的贩卖场所有可能伊根本都唔知影，是毋是嘛？是唔知影？啊！以后早讲你去谈着进口巴西卵，伊嘛无爱卖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照你安尼讲起来，以后大家对进口卵较无信心哦。废话，这也就搁讲，你进口卵拄则讲过啊，你臭卵的问题啊，新鲜度的问题啊，药材的问题啊，你这个过程行过啊，是毋是消费者听到进口卵就敢看到贵啊，已经惊到啊嘛？你想咧？啊，为什么你这回进口卵拿到拜托？吼，咱总是爱拜托遮加工品，大家摕去用。啊，你是搁硬拜托人用的呢？是啊，你120天来会品一走啊，伊。拢水氧化，伊卵降落滚到水啊，啊降落伊氧化是伊卵磷，你蛋白是水吼，伊是毋无法度保护蛋黄，迄
你浓稠度迄蛋白就是咧保护粒蛋黄。你讲落水散开了蛋黄就破去啊嘛。我问你吼，安尼听起来吼，农委会嘛去逼迫，因为大家就讲我讲，你就爱甲我找人啊，农委会就拜托啊，哪逼讲你即个加工业者讲，你就爱甲我用，你就爱甲我买，拜托，啊伊嘛爱去扬山托势，去拜托进口商，你得甲我两啊炸起来送来，啊结果叫大家骂甲。你这两就是销袂出去啊嘛，你这就来拜托这加工品落用嘛，所以为什么讲伊会用进口卵去揽落咱国产的卵，表示你的进口卵较俗嘛，啊，你若无倒转来讲，台湾卵揽的进口卵讲，这较来袂较贵，就表示进口卵你摕到的成本较俗啊嘛，是毋？你这就，是毋是？你就揽落国产，当做国产的落卖嘛。啊，就这样，啊，如果那是万不利啊，吼。佮必须要台湾，佮必须要进口卵的时阵，我感觉台湾卵已经爱填海啊！台湾的卵，你今仔日吼，咱的农业部吼，你不要去干预这个市场的机制。今仔日会欠遮济卵，吼啊，造成这个巴西卵、这个风波、这个买卵的问题吼，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去干预这个市场机制，这一粒卵会计销，伊唔是你决定的，嘛农业部决定，唔系蛋商，嘛唔是我陈秋慈决定，是市场家己决定，消费者要不要买单呢？是唔是安尼？啊，你今仔日就是你两家足困难的呢。你阵两家悬嘛，啊，因为啥两家悬，就是咱的饲养损失伤过大嘛，才造成因为禽流感会关系其中一项嘛，吼啊，新冠肺炎嘛，吼啊，搁来大众物资嘛，吼极端气候影响嘛，吼造成咱台湾损失，吼包括这个美国、日本拢足严重嘛。事后吼，事过境迁了吼，大家来想讲对啊，但是迄阵是大家就一直讲我讲，你即阵当你害我安尼卵遮悬着安尼，乌市拢差卵啊差甲安尼，啊伊就必须要去进口卵。所以你当初的时，咱蛋农嘛会呼吁讲，咱的农委会，你不要去干预蛋价，互市场家己决定。你也想，你迄阵120斤的是900亿嘛，900亿啦，是嘛？迄阵就是因数模伤过大，欠卵嘛。吼，啊，你也莫干预，有可能跳到1000，伊就停啊。所以迄阵乌市的，吼，迄阵有加抓啊，吼，加抓啊，嘿，就蟑螂、鸡蛋蟑螂，还是蛋虫，踹抢卵嘛。第一点，你为什么你嘛不爱互企业以价质量嘛？哦，消费市场会去决定。啊，你消费者伤贵，我就改变来食一般的蛋白质也改变嘛。啊，你莫甲干预物价，吼，第一点回归市场机制，鸡农自然就会甲卵生出来，你免烦恼啦。有钱通赚吼，鸡农就会甲卵变出来，你听无？参我即马欠卵欠较严重啦，吼，咱蛋鸡的，真有道理啦。咱蛋鸡就是拢鸡母嘛，像我欠卵，我即马逐工我嘛去跳公鸡舞，甲刺激一下啊，福建生卵啊，你得跳落去跳公鸡舞啊，甲刺激啊，是毋是？有钱人赚啊，是我逐工大骨力咧，是毋是安尼？但是咯，消费者无一定会理解你讲的呢，伊就一直甲讲我讲，即种你来负责，我食无卵，我就爱负责。这几年来，我一个足趣味观察啦。咱想看卖，伫2004年迄当阵开始，台湾开始有 H5N2的禽流感的时阵吼，拄着什么状况？大家吼消费者唔敢食卵啦，唔敢食鸡肉啦，伊个惊讲对为食安问题啦吼。第个记呢，2017年迄当阵 H5N6入来台湾，吼迄当阵林权院长吼，我到迄大家拢唔敢食鸡肉，唔敢食鸡卵啊，拢惊禽流感啊。林权院长甲到迄立法院内底表演吃炸鸡，互大家看。是啊。啊！你看即届2022年开始年底开始拄着禽流感有无？啊，大家都那拢无人去讲，这可能有食安问题。即届是 H5N1呢，比之前迄种较危险的病毒呢。所以较早是人唔敢食鸡卵，即届是大家拢去抢鸡卵。你想讲迄是为什么？是因为咱大家迄个所谓的公共卫生教育成功啊吗？唔是。伫即内底当然嘛有媒体啦吼，你伫较早媒体就会讲哦，咱即摆吼有禽流感吼，咱莫食啥物提拉米苏，莫食啥物吼，有诶袂等等。我较早做禽流感诶时阵，有当阵吼去采访家场吼，像真侪人会甲我叫呢，拢是你啦，拢是你咧吵。
你若无讲禽流感吼，即摆吼我拢无代志，即摆大家拢无买迄落买鸡卵，所以咱来看到这个状况就是安那会安尼，这是最好的观察啦。所以讲有当阵吼，就是讲咱好好啊趁一届机会，安尼思考讲反省，咱要安尼去处理这禽流感的问题，好好啊去反省啦。理解。我今日收到一个最新的快讯吼，陈吉中部长吼5点半吼。会召开着记者会啦，因为咱即摆录影的时间是下晡的差不多4点外，对要5点吼。伊讲吼，针对着不实的攻击吼，造成纷扰来道歉。啊，伊讲5点半吼召开着记者会，但部长呢指出讲吼，鸡卵的进口毋是一通电话就来，这非常专业吼，勘测着禽流感啦、防检疫啦、冷链来保存啦，啊去全世界欠卵的这个问题啊，农业部用最快的速度吼，会当吼，把这乌市啊拍花去吼，互3月到7月所有的消费者食到30亿的这个鸡卵吼，至少60亿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吼，成本吸收5.7亿啊，加到9期的部分啊，这个政策哦，伊讲吼，头拄就讲吼。高于成本啊，所以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哦啊，但是过程当中爱检讨精进哈，责无旁贷啦吼。部长也安尼讲，但是我来请教到这个咱伫线顶的议长吼，议长，他说不管是秋田遐也好，还是飞人遐也好，讲吼，咱应该爱针对着这次的这个经验做一个理性的探讨吼，包括着讲这个有这个。进口的这个过程，咱应该爱什么人来监督？这全国畜产会吼，是爱啥人来监督？是立法院去监督吗？立法院是毋是去含入到这个媒体这种拿角力的这个攻防，还是讲像恁这种专业的人，啊入去甲看讲啊，你这安怎都安怎？恁认为后手应该安怎来改进？其实呢。畜产会这摆是跟他是应该是讲因急救章啦，比较赶，时间无够啦。伊其实好法做，豆法做，袂出代志啦。啊，若是讲要监督，我感觉产官学应该是拢会使啦。咱联合起来，才不会有那个偏见啦。吼，敢若讲咱学者啊，迄落业者吼，啊个迄落官员吼。拢会使组成委员会来做一个监督啦，安尼。是，议长，啊，搁有吼，这到底台湾人敢有这需要食这个卵吗？还是讲因为咱的加工产品内面用足侪鸡卵，所以必须要安尼做？所以，譬如讲像树底下因的这个卵吼，做加工品可能伤拍算啊，吼，啊，应该安怎互消费者有一个正确的意识，就讲。啊，你哦，通常你安怎？你自我，比如讲头仔议长你阿讲，爱自我调节，爱安怎自我调节？你敢有一个说法，然后来观众朋友来说明，议长。头一个问题吼，咱台湾人无讲食伤侪卵咧，卵是足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加食是无问题啦。啊，咱你带第二个问题是啥物事？我的意思是讲。咱来自我调节啊，但是实际上，对，这一句话就好，回归市场机制，吼，咱不要太去干预蛋价啊，你若依据市场机制哦，卵价悬，大家都食较少，啊，就袂讲欠卵欠遮厉害啦。啊，这就执政党爱有迄心脏爱大粒啊。是啊。你若去用骂着，爱挡会调啊，你挡袂调就爱出手落去干预。啊，其实咱来讲吼，开的钱嘛是咱纳税人的钱呢。嘿，啊，咱消费者嘛爱家己爱有这个知识啦，就是讲咱消费者爱知影讲，自我调节是真重要的啦。我相信吼，应该是第一线立法委员爱先有这意识才是哦，吼，因为初啊开始来讲种吼，这种无能。吼，啊，这吼卵拢食无，啊，拢器官价拢叫乌鸡安怎？这咱每一个消费者拢有这责任啦，吼，是毋是安尼讲？吼，啊，我要先请这邱田来甲咱讲哦，好卵啊，歹卵，你甲观众来解说一下。这有3点，讲了有3层硒蛋白、龙蛋白、蛋黄。好，你来看，这是好，咱的摄影机也看会到，伊这新鲜的卵。
吼，你甲卡起来，你也看，浓稠度较好，浓稠度较好，新鲜的卵就是安尼。吼，啊是啊，我拄则讲的，你市场看卵的时阵，你摕个药啊，哩哩落落，迄卵就是无新鲜啊，伊就消水去啊，消水去啊，吼，所以咱台湾，你市场通路买，咱菜市啊、干仔店买卵拢足新鲜的啦，迄非常的新鲜，5天、7天食拢啊，佫足新鲜的。所以咱是咱进口卵，我啦含咱台湾的卵比较，这个我干那新鲜我就赢你啊！是毋是安尼？你台湾你也讲讲，你这20天人就不爱买啊，莫讲你120天，是毋是安尼？啊，有当时咱买起来迄卵吼，那卵壳啊变薄薄啊，卵壳啊变薄薄是啥物意思？当然啊，迄鸡啊总是有老中青嘛，吼爱较老，伊就伊生久，吼产道就会发炎啊，当卵壳啊愈生是愈大粒嘛，啊伊敢若气球愈。大了来，卵壳就较薄去啊嘛，所以伊就是爱休困，啊无就爱换新鸡啊嘛。老鸡母生的卵壳就变薄去。对嘛，迄正常的嘛。哦，啊，一般消费者讲红壳较营养，还是白壳较营养？这到底红壳甲白壳是有啥物差别？白卵甲红卵来讲，其实营养甲你食的饲料品是有关系啦。听讲是有食这红壳素，参咱台湾的蛋农吼，实在是足厉害啊！有啥物这个叫做啥物巴西蘑菇啊，冬虫夏草灵芝啊，所以咱台湾人实在是吼，咱的小农实在是经营了真好，你听。他知道这个鸡卵、这个臭蛋这个问题，巴西蛋这个问题，小农根本找无卵通卖互消费者，抢大家嘛来抢啊，是讲伊都该饲的啊。是毋是安尼？吼啊！所以我讲的讲啊，咱就市场20斤的来讲，你主要看 QR code， 迄拢是咱蛋农拢爱负责的。迄2-3天就甲市场通路，拢非常的新鲜。咱的即个蛋商拢是伫2天，吼，13有24日，伊就去再就市场通路啊。伊嘛是要卖新鲜啊，你无新鲜的是你甲市场甲巷口啥人嘛无爱抵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台湾的卵是咱本土的卵是。竞争力比进口卵是好非常的严重啊！都我拄仔讲甲新鲜度就要讲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啦！啊，你即摆出去讲，你要食进口卵啊，要食本土的卵，当然台湾食本土的卵。我请教你吼，如果那以后哦1年4季拢进口卵来，你会惊未？毋是，即摆你搁以后搁进，不管日本的、美国的、韩国的、巴西，不管就对啊，嘛是无人买啊，已经失去信心啊。我为什么爱开买讲啊来遮120天的？吼啊是毋是啊边我开啊钱，我买着领导也无新鲜啊？是毋是？尤其咱台湾的即个饲料公司吼，是做的饲料品质实在非常的稳定啊。咱台湾的饲料公司来是饲料是写空白呢，空白车呢。是完全无药残，咱的饲养已经行到讲拢完全无药残。你要南药安怎？饲料公司是无要负责的，伊再饲料来是还佫摕一包样板，客户你未来你鸡卵出问题，伊会使互你查讲资料，我就是无问题啊，是毋是安尼？啊，你当然啊，吼，所有遮较落伍国家因的饲养环境是停留伫咱台湾20-30年前呢。因咧食粉扑呢是敢若食饭的呢，是啊无即道你哪会出一个药残的问题遮严重，是毋是？对无？好，那有必要？这无必要搁进口啊！进口台湾的卵未来伫明年4个了，一定爱填海就对啊，袂订单啦，袂订单。是啊，才试看卖就对啊。李导演，你安怎想？我嘛是感觉讲是安尼啦吼，因为即个。咱拢知影是禽流感嘛，所以迄个执政党吼，伊有开始播讲吼，希望大家吼莫用传统的迄饲鸡啦，传统的鸡场其实伫咧中华介济啦，吼，因为秋天遐伊是用水莲的嘛，水莲的，但是中华真济嘛是拢无用水莲啦。你知影呐？迄鸟啊吼，就比如黄头白鹭吼，走去内底做伙食，啊，即场飞到迄场去，迄生物安全就拢做了无好。拄老师讲生物安全，那如果即场吼，迄鸡吼有禽流感。伊就甲病毒带去另外一场啊，因为这个都做了无好势嘛，吼，
唔是干那好尔，迄黄头白鹭还是啥物鸟啊，其实拢会出嘛。啊人有诶，佮带在内面。有当阵吼，你讲车啦、人来进出啦，拢无消毒好势，你甲病毒带去遐。啊，所以讲，政府是希望讲补贴大家去改啦，改较好诶饲养环境，这是第一点啦。啊，第二点就是讲，我嘛是转来讲，咱遮诶官员是爱好好想讲要安怎甲禽流感扑灭啦，要制定一个扑灭计划啦。你看人看韩国、日本为虾米安尼做？因就是希望讲来年会使卖个安尼。吼，我感觉咱是安尼处理啦，对台湾的农业较好啦。若无你想看卖，较早无禽流感时阵，鸡真好饲啊，即摆大家嘛讲歹饲，鸡做歹饲的，有够歹饲的，为虾米禽流感啊？这是禽流感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极冷极热嘛，冷流感、热流感嘛。你这个病毒吼，其实要消灭难度非常高啊。生物会自动找出路，那有较简单的道理。啊，你